新正年头，民众出门行春，根据观光署的统计，为咱人29到正月初4这6天，昆定整体订房率差不多是6成，小琉球干那3成外。有业者都讲，疫情了后，大家出国佚佗，今年算是这15年来生意上歹一年。 家饭店规片头门拍开，外口是温暖的日头。正月初2，花莲的天气袂歹，不过观光署年前统计，显示对过年前1天开始，过年前6天的平均订房率以标日关上悬，有6成满。花莲今年只有大约5成1。 今年的过年呢，是落点在寒假的结束，那初5、初6就要开工开学哦。那其实蛮多的家长也会因为这样子呢，减低这个出游的意愿。客人还是在观望这个春节相对比较高的房价。不过业者也讲，这几天有游客订房间，订房率应该有6、7成。也来以往过年出游热点，垦丁根据统计，整体订房率大约是6成。不过以往正月初1到初3，房间拢订满啦。 今年平均订房率却只有8成，小琉球更加落到只有3成外。业者讲是近15年来上歹状况。很多的都会区今年的春节表现是不错的，那表示说呢，就是垦丁地区是不是考虑它的价格应该下修？如果不下修，那当然就是大家会去选择其他的地方。 然后，垦丁的旅宿业者认为，疫情过了后，民众出国旅游增加，过年这段期间也是出国的高峰期。有专家是建议讲，业者是不是考虑过年的假期改变行销策略，房间介绍更较低来吸引消费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